時亦都有我哋青年組嘅別嘅大賽係咪啊？所以咧，我哋亦都希望我哋香港細路都紀念輔導大賽咧，未來嘅日子可以咧繼續蒸蒸日上，歡迎大家繼續。接下來我哋會舉行一續嘅決賽環節，所以請所有第一線係細區警區，第二線係鎮市備賽館河馬龍舟隊，第三線係搶生會賽德國龍舟隊，第四線係港鐵爭先。咁我哋睇下見到目前係第二龍舟隊。好，合心龍我哋向前少少先，係啦，向前少少，向前少少，向前少少，係啦，合心龍向前少少啦，唔該晒。好，亦都有請我哋顧明哥你咯。好，唔該晒 KC， 麻煩晒你。好，接落嚟我哋亦都有請顧明哥。我哋繼續有請我哋